河巴除咗經常逢星期六 Family Day 拍片之外，其實平日正職咧就係湊孫。如果計一日嘅 schedule 咧，就絕對忙過我啊！平時湊孫咧仲辛苦過做 YouTube，天氣熱，加上有壓力又攰，所以咧晚晚都瞓得唔係咁好。河巴，我之前咧就買咗呢盒濕皮紋俾你，咁咧我就見到佢有靈芝孢子同埋肌松茸嘅成分喎，可以令你增加體力，冇咁攰，瞓都瞓得好啲啊！咁最近咧係咪真係瞓得好咗？我食咗成個幾月，最近瞓得好好多，夜晚都唔會扎醒啦。咁仲有咧瞓得好咧，咁啊自然咧就抵抗力都會強啲。以前嗰度仲有啲咳，仲有啲痰，而家啲全部都冇晒。最初俾河巴試客食 Pure Vita 嘅靈芝寶，貪佢採用先進嘅破壁技術，破壁率高達99.9%，可以最大程度釋放靈芝獨有嘅活性營養素。入面咧仲有肌松茸嘅成分，較一般靈芝產品更加容易吸收，可以雙向調節免疫，強化體質，有助心血管嘅健康。而家每日食2粒，見嘅係香港製造，成分天然，最重要咧係冇依賴性。而家身體好咗，我仲可以湊多個孫。再講啦！而家我哋都係繼續拍片啦。湊多個都得。